but a hero's job is never simple. 杨敬敏空中拉杆，没有 Hicks 在篮底下被 Q 打一个火锅。在 ABL 当时打季后赛，又是 Q 再拨，最后每一波进还在他手上，拿准这球，哇哦！结果塔克老师第3波再起，有 Q 真的没办法。对。 球在 Jordan Chapman 的手上，高调禁区给 Quincy Davis， 还是没放进。终于要让 Davis 有更严重的一些伤痛产生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也没有办法，就是投不进了。交给 Q 来投一个 long two。哇，这就是篮底下有 Quincy Davis 的一个好球。只手遮天啊！护国神 Q。 林耀宗接球后剩下5秒钟，高调禁区给到 Q， 转身把2分给攻进。阿敏也是打得非常的不错。碰碰绕过篮筐为领航员首开纪录。Low post 陈冠全把对方顶开之后，一个大打小单吃杨敬敏。梦想家其实在禁区里面他只有1名除 Chapman 加速到禁区拉开有进，好球哦。 Jordan Chapman 立刻还以颜色，就看如何把这些射手给运用起来。关达又一个 give and go， 跟神 Q 之间的配合，还剩下10秒钟了。施晋尧在罚球线跳投空心。第1节有5位领航员的球员得分记录，施晋尧来了，开始啦，有嘞，阿瑶3分外线。 对方没有上来，他的出手没进。彭彭篮板球抓到前面，没有防守球员。Nice 彭彭。不过他毕竟是联盟的得分王跟助攻王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在。林正这个球，阿瑶又是塔克来面对他，插板球进，被 Chapman 抄到。这个传球够水准啊，直接找到了跑在前置位的施晋尧。哇，我们看到其实再给彭彭。 40度角的3分外线，中手开花。所以我们看一个球员的低命中率，其实也要称赞一下防守球员。当然，塔克的无球跑动这是一个 A1 呢。再给张根玉射手跳出来，2分球。底线林耀宗 ，Q 在禁区之后，林耀宗是更敢打了。对 ，Q 拨2下，拨3下，终于被他给拖进。球在 Jordan Chapman 的手上，高调禁区给 Quincy Davis， 还是没放进。 终于，要再重申一次，他绝对不是在。好，Jordan绕出来，顺势切到前面换成左手好球。每一个人都几乎都接到球张根玉买分成功，4分打机会。林俊吉14分当中有8分出现在第4节，这个球被拨了一下，施晋尧的超前，然后再回到他的手上，好球，交给 Q 来投一个 long two。 但好处是能投外线的球员相当多。球最后是拨给了 Jordan， 第4节的团队第2记3分球。张根玉跟施晋尧把这个球给抄到，现在发动前面的快攻，再给 Jordan Chapman 绕过篮筐插板得分。下有 Quincy Davis 的一个好球高调禁区给到 Q， 转身把2分给攻进。领航员追分的机会 ，Jordan 切到禁区换成左手球，关达佑。 抓到篮板，直接长传前场，追平了2分。他现在要告诉你，施晋尧切到禁区，巨蛋要掀开了。